很多客人都问我，哎，你是马来西亚华侨，为什么做客家菜？于祥俊说，因为喜欢吃，和同为厨师的黄秀才都钟爱客家料理。客家酸菜可以提出食材的甘甜味，黄秀才选择搭配鲜鱼，选用鱼皮丰厚的海鲈鱼，更能吸附酸菜的风味。花莲的剥皮辣椒炒蛋，滑嫩中带着些许的辛辣刺激。而这一道炸红曲软丝，用酒酿、蒜头、高粱酒等打成的红曲酱腌制软丝再酥炸。客家惯用在肉类上的红曲改做海鲜料理，也是新尝试。所以这个就是改良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评估过了，偏多某中庸哦，边都某中庸，就是经过改良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很容易发现这里的客家菜不拘泥传统做法，新竹米粉和大甲芋头、南瓜、鱼丸等以鲈鱼熬煮的高汤烹煮，是汤也能是主食。笋干上的五花肉或者干锅花生猪脚，味美还有丰富的胶质。客人来几乎都会讲说，少油盐，免味素。发现大多数客人的口味和他们的想法相近，想把客家菜做得清淡精致一点。有志一同的2个人合作创业，少调味料，更要注重食材，改良菜色还是要有客家基底。我们就会利用休假的时间，然后特地去那个像内湾那边去找，像我们的旗酱也是特别，我们每一家去试吃。喜欢客家菜，也想让更多人喜欢，客人吃得出用心，就会肯定。我没有说什么很大的宣传，都是客人吃得满意，然后一个介绍一个这样子。对客家菜情有独钟，2位主厨把客家的特产酱料加以活用，也在料理当中融入更多创意。健哥改良，边都冇中庸；健哥改良，边都冇中庸。